后来乡亲啊，若要感受到5日节的气氛，会当到台中的南屯参加穿目镜站拉里的活动。大家做伙穿4人目镜站拉里，替在地5日节伫秀的活动宣传。很多舞蹈团体，那还有那个马戏团，还有我们大墩国中的这个啦啦队，跟着踩街。今年活动结合流行音乐和变装秀，邀请全台湾民众连假同齐来到南屯，有古早时下囡仔时伫咧耍的佚佗物仔通体验。万和宫文昌公庙和台中鱼市场卖提供2000份的麻薏汤、鱼丸汤和肉粽，予大家吃。有准备就迄个麻薏配合肉粽仪式上的鱼丸哦，希望大家有缘来万和宫拜妈祖。伫南屯唔闹规款精彩节目，今年卖免费送出限量版的随身拍影，予大家留嚟做纪念。